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起敬拜神。无论这周经历了什么，神都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宣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一起起立。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拍手，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是的，主，我们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有时候我们看见环境，看见挑战，会觉得软弱，觉得不可能。但神要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丰盛的生命，更要让我们在他的爱里活出丰盛的人生。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真灰心忧伤，切莫绝望，投靠耶稣，就有希望。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若是你有劳苦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若是你真
兄姐妹一同举起手来宣告，在基督里我们要得着丰盛，得着力量。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必有盼望，丰盛的人生，他为我照亮。在基督里必有力量，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人生旅途中，我靠主的刚强。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经历你的同在，你的能力使我们不再害怕，你的恩典使我们得着自由。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不论在顺境或逆境，都能定睛在你身上，活出丰盛的生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以及线上的这些兄弟，有参与伫祈祷会的兄弟，咱拢白白伫主的上帝的内面，要得到平安甲祝福。阿门吗？阿门。感谢主吼，伫我分享的大声要有一个问题要请咱每一位兄弟吼，来做伙来思考吼。咱拄仔所唱的诗歌丰盛的人生吼，咱会当靠主得到光强。有主伫咱的心内，甲咱伫地，咱就免惊吓。感谢主，伫咱的一生中间，咱要来思考过去伫你的人生，是毋是有拄到及时、非常临时的这个事件？哦，当你拄到时，你可能爱马上来反应，甚至你爱做一个决定，嘛爱伫真短的时间来完成。吼，这是伫咱人生中间有当啊，有当时有会拄到的代志吼。我想伫咱在座真侪，像讲这个李王兄吼，已经伫要80啊嘛吼，已经有真侪拄到即款真及时吼，非常临时的代志吼。好，这会使咱做伙来思考吼。伫大家在思考的上时吼，我先来分享吼。我会记哩吼，我要分享2件代志吼，一件就是伫几年前吼，我搁伫鸿海上班的时阵吼，我本来伫迄时吼，有一天本来是隔工我要飞去迄个山东烟台要出差吼，结果迄天下晡我搁伫公司咧上班的时候吼，阮大陆迄边的同事敲电话来讲，因为迄个风台吼的影响，可能恁明仔载吼到迄个山东烟台时阵吼。可能无法度降落啊，所以阮即马看今仔下暗有一个班机吼，佫有机位。你敢要改今仔下暗吼？迄阵已经下晡3、4点啊吼。我讲哈，我行李拢未准备好吼，我佫伫公司吼，佫爱准备物件。我讲好，因为风台要来啊嘛，所以非常的及时啊，我就马上决定好，无你紧甲我改机票吼，我即马紧转去，款行李包啊款者吼。就准备要坐飞行机出去啊！吼，这是我捌拄过一件吼非常紧急嘛爱马上做决定要去做的代志。第2件代志吼，就是发生伫今仔日啦今仔日中昼迄个如山长老敲电话我讲，明仔今仔咱迄个祈祷会是华二区要主理，你知啊？我讲
我讲我有看到华二区啊，但是伊讲本来是我助理啦吼，但是我硬无闲吼，你会使助理无？我迄阵吼讲即马中昼啊吼，我伫公司咧上班吼，啊过无半点钟吼，嘉诚长老嘛敲来我，吼，我迄个明哲你敢会使？我讲好，无得好。无我来，我紧来安排安尼吼，所以我就想起吼，伫9月初7吼，伫阮华1华2区的这个联合聚会，有甲大家做伙来学习吼，做伙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教会中分享甲各种这个关怀事工的祈祷的分享啊吼。我想咱拄仔所讲的人生中间有真侪非常及时、非常紧急的代志。伫咱教会中间嘛是共款，牧师应该是感同身受啦，咱的关怀主任，甚至咱的区长、小组长，咱的牧区、咱的同工，拢有拄到即款非常紧急的，因为遮个代志，咱教会中的兄弟、小组员所拄到的，因为基督的疼的关系，咱爱付出，咱爱行出去，替因来祈祷，来关怀因吼。伫这个虽然讲伫咱这个人生中有遮侪紧急的代志，但是咱会记得上主是咱及时的倚靠甲帮衬，阿妹吗？咱做伙来祈祷。因为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嘉南教会伫这60周年成长的过程中，祝阮继续为着主你的大使命来打拼努力。祝阮知。阮都爱去传福音，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主你。嘛，这个上时更较重要的，就是要来牧养主你的羊群，互因会当透过主你的话语，成做因一生的帮衬甲倚靠。就要恳求你来加添气力，伫阮的区长、小组长、阮的牧长所有的同工的身上，互阮伫过来的60年，主阮要继续来打拼，会当有更较侪的信徒得到主。你来引带进入到迦南教会，互阮会当得到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满满。我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最后所基督圣名，阿门。真感谢主吼！伫顶礼拜牧师伫讲道嘛有分享吼，咱的这个教会的组织甲功能，咱阁会记得无？除了咱今年都有这个外典装备敬拜侍奉以外，牧师有特别讲，咱伫明年度阁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叫做牧养的部门啊，牧养部门。这就是要为着咱教会各牧区的牧养，互更较侪羊群会当伫这中间受到装备、受到造就，所以就邀请这个顺正长老来担任这个牧养的这个部长啊。伫顶礼拜三顺正长老嘛有我嘛有这个机会甲伊小可分享着伊讲，这个明年度咱的牧养真重要的就是爱探访啊，爱探访啊，几位长老过去甲阮做伙，我甲伊学习真济就是爱去探访，了解咱的会友伊的状况，这是做一个区长甲小组长非常重要的代志因为牧养呢，甲关怀以及祈祷是袂分开的啦，所以我用这个关怀事工的祈祷的分享，甲大家做伙来想即摆咱教会已经伫今年进入到第4季，伫咱顶个月9月28选出新的中职同工了后，这个小会就马上来召开，要来组织咱的这个教会每一个功能每一个组织应该安怎来安排。伫咱所以即摆各区拢在敲找这个小组长，这嘛是每一年拢爱面对的一个问题啦。啥讲是一个问题因为咱拢知影咱的区长在敲找这个小组长的时候，实在是非常的头疼经过咱去甲遮个信徒、咱的会友受邀请遮个会友了解了后，除了有家庭的因素以外，佫有啥物款的
因素咧，主要就是我毋知影要安怎来接触我的小组员，我毋知安怎来要安怎来关怀我的小组员，甚至我要安怎来替我的小组员祈祷啊！想到讲咱的牧区吼，伫各种的事工，拢爱担任无共款的角色，我爱负责无共款的事工，伫所有的分送以及所有的关怀的事工顶面，咱的牧区拢爱徛出来，对不对？吼，安排咱的区长，吼，除了牧师有这个免礼以外，咱的区长、小组长嘛拢有服侍，所以有真侪这个受邀请的这个信徒，伊讲啊，我唔敢啦，吼，我惊啦，我唔敢。所以这就是即马咱所看到的问题啊。所以是不是咱应该爱伫咱的教会中间，咱爱互咱的这会友、这信徒，会当互因感觉讲接触这小组的小组员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嘛是应该爱做的代志。所以伫遮我用这个主题吼，甲大家来分享。伫遮要甲大家做伙来，咱会使用做伙来学习的，就是咱的小组上主要的，就是咱的小组员。区长甲小组长是属伫关怀、属伫负责因应该去做，应该去了解、关心为着这小组员祈祷。所以我知影咱伫今年度，咱本来有一个目标是，咱要有60位的小组长。伫即马咱嘛是继续为着这个目标在迈进、在打拼。但是基本的问题无解决，要安怎搁较侪这信徒来愿意受呼召，成做小组长咧？所以伫遮我用4个部分甲大家做伙来学习，就是讲，咱对小组员的心象，咱会当看见什么？伫遮我用4个部分来分享。第一个就是了解现况就是了解小组员的状况。第二个就是了解了后，咱要来确认小组员伊的需要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咱爱找求资源寻找资源，还有寻找资源爱找资源嘛，爱找资源唔通家己想讲我家己就会使我来处理就好啊。第四个就是接受这个安排甲协助，这是我想讲用这个部分，咱做伙来思考，因为咱的小组长是第一线来接触咱的小组员，是不是咧？咱的小组长透过这个赖的群组，定下拢有这个甲咱的小组员有沟通，甚至了解伊即摆的状况。所以我伫遮甲小组长当作是第一线第一线的。区长可能伊搁爱看真侪小组，所以区长伊无法度像小组长会当去直接了解某物人、某物小组员伊的需要。所以小组长伊接触了后，有当时伊会感觉讲我会使家己来处理，我了解，我替这个小组员来祈祷，安尼可能代志就解决了。但是咱敢真正知影，对伫小组员伊所分享的，咱会当来了解伊的需要是甚么。所以第二线的区长是真重要的角色。咱的小组长都爱时常甲咱的区长来有接触，甚至要来报告小组员的状况。确认这个小组员伊真正的需要是啥？透过小组长甲区长因的讨论了后，透过彼此的讨论，这个小组员他的状况是这样子，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伊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区长嘛爱适时
爱欢迎互教会啦，爱互咱的牧师、咱的主任，哦，甚至咱伫这个开这个牧区，哦，牧区的这个会议的时阵，会当分享，了解咱教会会当提供什么款的资源甲资源啦，吼。第四个就是教会会当透过咱小组员所有的这个情形，会当来讨论安排上好的帮站啊。所以这4项哦，我请大家咱用华语好不好？咱来读一遍好不好？第一个，了解现况；二，确认需求；三，寻求资源、询问资源；四，安排协助。所以第一个，咱一定是咱对咱的小组员啊，咱来了解，咱去看。过来就是真重要一个部分，就是咱拢会替咱的小组员来祈祷啦。哦，这嘛是今仔的主题所讲的各种的关怀事工的祈祷的分享，而且要甲大家做伙来学习嘛，勉励就是互圣经的经文会当加做你时常嘴来咧讲的吼，让经文成为你的口头禅呐。哦，咱拢有读过诗篇，诗篇呢，有真侪这个是属于上赞阿乐以及呼求，咱透过用诗篇来祈祷，甚至来鼓励咱的小组员，做伙来阿乐。来呼求咱的上主，然后咱嘛会使透过真言，透过真言，伊是属于提醒甲督责，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因为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常常来背金句，伫咱新约圣经4福音书属于主耶稣的教导有真济。伫前2礼拜，咱嘛有学习主祷文，甚至前2礼拜牧师的讲道，嘛有讲到，着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拢要煞互你。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这些就要加给你们。这拢是真好的金句，咱会当分享互咱的小组员，互咱的会友。过来就是保罗的批信。对伫教会的警告甲勉励，我想嘛有真侪遮个经文咱拢会晓背。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咱基督徒的人生爱做。以及我会记伫细汉时阵上主日学才有几位主日学校长包括我的爸爸文成长老，因拢安怎教导遮个主日学生，就是逐礼拜拢爱背金句，拢爱背金句，然后佫有举办这个背金句的比赛遮个学生囡仔伊会当背出愈侪金句这个得到的奖赏得到的这个奖品是佫较大的所以背金句敢有重要？非常的重要，包括咱即摆礼拜，咱的礼拜伫消息报告的上尾，咱拢有读金句，对毋对？所以读金句、背金句，咱甚至要甲背起来，因为这个金句是上帝的话语伊会当真做，不只是咱家己本身，也会当真做咱的会友、小组员的帮衬啊。所以，让经文成为你的口头禅，这是咱基督徒爱做。过来就是咱的区长、小组长以及未来的小组长啦，咱有真侪这信徒甲会友，即马拢咧思考，接受这邀请了，我咧祈祷，我明年是不是要来接受呼召，成做小组长？要安怎来行动？其实咱拢会做伙伫主的内面做伙来学习。要安怎来关心咱的小组员？
第一个用经文的祈祷来关心陪伴咱的小组员，用经文祷告关心，这是第一要紧的。我想咱伫小组内面，咱有真侪，甲遮小组有真好的互动，有很多的这个话题可以谈，但是咱唔通袂记哩，圣经的话语，才是咱上大的瓦壳。过来，即马阮华2区嘛有是安尼咧做的，就是第2点运用线上祷告时光赖的一个官方的账号这个祷告时光呢，下面有一个网址这个部分呢，伊每一日会提供这个要祈祷的事项，以及会当及时来提供。安怎咱的会友有拄着困难的时阵，各种困难的时阵，咱要安怎来咱的上帝来祈祷？所以阮每一日都安尼来做，区长就发这个祷告时光顶面才会祈祷书经文，互咱的小组员逐工早起读了后，咱会当对上帝遐得到快乐。点彩伊无时间，伊感觉讲我。工作非常的无用，我无法度逐工来读圣经的要安怎？安尼，阮就是用这个祷告时光内面的这个经文，甲大家来分享第三个就是，咱咧有咧探访的时阵也是甲咱的小组员咧交流的时阵，陪伴因的时阵，咱会上读一段迦南教会的探访手册内面的经文这个迦南教会探访手册伫主任遐伫主任张毅主任遐阁有这是咱设教50周年的时阵，咱有发一本迦南教会探访的手册伫迄个博雄牧师5年伊要去迄个台东太马里教会要就任的时阵伊怎敲电话我讲明仔载我要就任明仔歹势。迄个我袂记你对教会提一个物件明仔载苏信长老要来台东你会使拜托苏信长老明仔载再来台东互我我讲是啥物物件较重要？伊讲伫迄个我会记伫干事室内面迄个图仔底有迄个迦南教会探访手册你把我传几本我毋知苏信长老应该有摕去啦所以我迄天就紧去找内面阁有几啊本紧摕互苏信长老。互伊隔工早去台东太马里博雄牧师结果我就问博雄牧师讲这是伊讲这我伫迄太马里教会我要来这个训练阮的中级，甚至阮的遮个会友安怎来探访毋知影怎探访，就是照这个探访手册内面的这个经文咱等下就会当看到好。这就是讲到咱拄仔讲，咱咧探访，咧甲小组员有互动的时阵，咱会使做用经文祈祷来陪伴咱的小组员，用这个祷告时光的赖官方这个经文祷告来分享互咱的组员。过来就是咱来善用咱迦南教会家己出的一本探访手册伫探访的时阵嘛，定然有拄到真侪这个状况咱时常咱的区长、小组长定然因为咱的小组员也是有破病住院也是需要这个去探访关心的时阵咱提出咱的这个要求，但是伊却甲咱拒绝啦这其中咱去了解其实有几种的原因啦第一个就是去探访、去病院探访的时候，其实咱拢知影，这有破病的会友，因拢需要休困。所以去探访，我感觉咱的牧师甲主任因做真好的模范，就是了解状况，然后知影伊需要什么款的帮助。第三个就是为伊来祈祷，真简单也真重要。但是过去咱的会友有讲，我破病已经足忝啦，结果我的小组长来探访我，也是真侪人来探访我的时候，我讲5分钟。因讲50分钟，所以
其实咱的小组员伊需要什么款的帮衬，这是咱的小组长爱去想的、爱去思考的哈。检查咱会想讲，我这个病痛吼，我即摆安那？小组员是真有疼心吼，要分享。这我以前嘛拄过吼，我会讲吼是安尼吼，你落爱去找啥？我搁摕迄个中药互你，什么款吼？讲50分钟，哇！咱的会友吼，伊真正本来心灵已经得到安慰吼，但是要甲遮个小组长、区长吼接触了吼，有当时嘛是真大的负担嘛吼，所以咱避免叙述长篇的个人经历啦吼，这是咱真正爱去想的啦吼，爱去思考的。过来就是避免用其他宗教的惯用语吼，这咱嘛是时常会有拄过。咱有拄过讲，这个这位兄弟啊，上帝啊，阮为着这位兄弟啊，伊伫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哈。当他愿意放下屠刀，下一句后一句我都不爱讲啊哈，无小心就讲出来哈。这拢是咱对细汉吼接触这个儒家甲这个道家的思想文化哈，忘记哈。不经意就讲出来哈，我就是听到时常有听到讲，这你也拄着这款情形吼，来区长我来替你加持一下吼，这嘛唔是咱基督教应该爱讲的吼，无啥适当啊吼，也是讲伫讲道我嘛有听过讲，伊已经这个往生啊吼，蒙主温调啊，应该咱安尼来讲，所以这个。其他宗教的惯用语有当下买互咱的会友吼听了后会跋倒啊，这嘛是咱爱注意的。所以伫探访的时阵，咱爱注意的，只要咱会记哩，用圣经上帝的话语，都袂出差错，对不对？对吼，好，安尼紧吼。即马遮我有列出吼，咱这个探访手册内面吼。有几种情境的经文祷告的应用啊，哈！我要邀请咱所有兄弟哈，咱做来读好不好？用华语来读哈。第一个，感恩的祷告，凡以感谢献祭的，就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上帝的救恩。当有新生儿的祷告，来看呐，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人在年轻时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过来是新婚时的祷告，来，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然而，你们每个人都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要敬重她的丈夫。入厝的基督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有病痛病痛时的祷告，来，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地府，以仁爱和怜悯为你的冠冕。安慰的祷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丧失亲人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将有上帝所造的居所，不是人所造的，而是在天上永存的。感谢主啊！咱圣经的话语，伫各种情境拢提供予咱安怎用上帝的话语来替咱的会友小组员来祈祷。各其他真侪范例吼，咱拢会使对这个迦南教会探访手册内面吼来找到。上尾就是要甲大家做伙来学习吼，嘛做伙来勉励，就是咱面对咱的小组员的时阵，吼，我才有几个步骤吼，是第一个是对人的吼，对人的部分，咱会当
先来看，先来听，用同理心来了解，咱先免会记哩，哦，咱莫真急的表达啊，哦，咱会当先了解啊，你的需要是啥物？你要甲我讲的是啥物？过来，咱爱思考，伊所需要的是毋是咱所想的啊？然后咱家己提供。上重要，虽然讲伫迄当时检测这个困难吼，无法度完全来解决，嘛无法度马上来完成，但是咱会使伫上尾为伊来祈祷，为小组员来祈祷真重要。第二个就是咱的心态啊，咱要用什么款小组长甲区长的心态爱先来调整，因为咱所面对的小组员会友。每一个拢无共款，点菜有得罪过你，点菜你感觉伊伫倒一个所在无啥妥当，伊的行为言行举止，无一定甲你所想的，你无一定感觉伊所讲的是对的，但是因为伊是你的小组员，咱的心态，区长、小组长，甚至未来的这小组长。咱是不是应该先用基督的听，用基督的心做心来当作出发点，爱为伊来祈祷，了解伊的需要。伫这个进行的方式，这个过程中间，当咱甲因面对面来对谈的时阵，咱其实会使有一个辅助的音乐哈。我想即摆的媒体，咱的手机啊，嘛真方便。咱会上伫 YouTube 来找这个西瓜，叫我有3个类啦哈。第一个最深最美的祝福，第二首是每一天我需要你，第三个是恩典之路。刚才你阁有你感觉更较适合的西瓜，不要紧，你拢会当伫替伊祈祷，甲伊在分享的时阵放这个西瓜，刚才伊安尼伊的心灵会得到安慰。得到上帝来医治，所以伫遮的结论就是，咱的区长、小组长以及咱即马受邀请的遮的小组长，咱拢爱诚做大道的勇士啦，阿妹吗？咱拢会互相来帮补，因为伫迦南教会这个听的家庭内面，咱就是爱互相来关心。即马嘛有新的这个牧养的部门，要来开始。伫咱所要牧养的这羊群，开始来接受造就，接受主的呼召，成做伊的工人。这拢需要咱为伊来祈祷。伫各种伊的需要，咱拢爱提供咱的帮助互因。第二个就是咱爱善用啊，真正爱善用。就拄则所讲的背金句。当你知影咱的会友即阵啊，伊需要什么款的经文的帮助的时阵，点在你就免过去讲啊，稍等者，我过来献圣经。点在你就背出来就互伊真好的一个帮助，嘛安尼来带来鼓励造就啊。所以咱爱用上帝的话语，伫遮嘛有几个例啊这是我伫9月7日，甲阮的这个华二区咧分享的时阵，咱的小组长的有当时讲啊，拄着迄个分松的时阵我真正毋知要怎祈祷要安怎。这就是我对咱的迦南教会探访手册，甚至咱总会嘛有出一本，内面有真侪牧长的这个范例。但是咱毋是讲鼓励咱大家，就是用因的范例就安尼一直来替咱的会友祈祷。这是互咱一个方向，然后咱会上去思考，咱对圣经内面得到感动，得到启示，为咱的会友伫各种的情形，有白听的事，伫这个个别礼拜的事，伫婚礼的事，伫入厝的事。拢会当用适当的经文来替因祈祷。上尾就是咱要求上帝来带领咱迦南教会的牧长、区长、小组长
以及小组员，会当做伙伫上帝的厅内面来成长啊。就亲像最后所讲的，爱牧养伊的羊群啊，牧养伊的羊群。当咱有真侪知影讲，咱有新的这个会友、牧道友来的时阵，咱的区长、小组长都是第一线爱去关心的。咱希望咱会当仰望上主，主上帝就要真正像经文所讲的，要互咱迦南教会日日将信徒加提伫咱教会内面，嘛互咱会当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阿妹吗？咱这时要做伙徛起来，咱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听。诗篇23篇。伫唱这首诗的时阵，咱来思考，咱的头是主耶稣基督，伊要引带咱，无论头前的路安怎困难，主要真做咱的牧者。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一件，伊予我倒伫溪水的草埔，带我伫安静水边，伊予我情愿，引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伫我对的面前，为我摆设。因有把我的头壳，予我的背满满，阮的主的靠，对我真是人。我要徛伫你耶和华的主，直到永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一件，伊予我倒伫清水的草埔，带我伫安静水边。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伫我对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伊有把我的头壳，予我的背满满，阮的主必的靠。是人，我要徛伫你耶和华的主，直到永远。你伫我对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伊有把我的头壳，予我的背满满，阮的主必的靠。真是人，我要徛伫你耶和华的主，直到永远。咱做伫主的面前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主爱甲怜悯永远踮伫阮的中间。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用圣经的话语，加做阮的倚靠甲帮助。
主，阮感谢你，互阮嘉南教会牧长、同工、区长、小组长会当同心一致，伫主的面前做伙来学习，嘛接受主你的教导。主，阮愿意对主你来讲，我伫遮，请主你来找见我。伫阮每年度新的时光的计划的过程中间，主，阮拢恳求你赏赐智慧甲气力，伫阮所有的同工的身上，嘛甲阮每一位兄弟拢同在。阮将阮嘉南教会所有一切，拢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多谢。煞者，咱要来为着咱的公道，但是咱要为着世界、国家、甲社会来祈祷。咱顶礼拜拜三祈祷会有听到消息，就是这个以哈战争要结束。果然也在上个礼拜10月7号，真正双方拢愿意接受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伊的安排所以因要停火，也要将这人质来释放。川普总统这礼拜嘛讲，已经结束了8场的战争原来是求上帝来跨国纵使他也开了很多的战争美中关税战下个月又在创咧等也求主甲世界领导人同在，会当照圣经的原则，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心，甲主相甲行。第二我相信真侪人在关心的这个KMT 就是国民党。因为这个主席的选举，各几天就要来举行。这个主席，他们也有不同的声音。看见中共的介选介入国民党主席的选举，还有这些主席他们对9·2共识跟一个中国的论述也会有关台海两岸有没有对话的基础。要求助带领台湾的进动，让当行伫上帝国的道路，无受威胁，嘛无受到这金钱的这利用。第三咱也为着社会上近来真关心的这个狗仔跟监、骇客窃取资料、有假新闻的炒作，来引发这个社会的这个议论。要求也知影讲，这是咱台湾民主自由的社会，到底有没有这个底线？还是觉得没有关系，无所谓？求主来跟进，互人会当对心内底来敬畏上帝，欢喜来遵守律法甲诫命，无真做亲像所罗王是顽梗悖逆，也是真做新公的法利赛人。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我们的世界、国家、社会一起来祷告。现在上帝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让我们可以在这边向你祷告。就是我们要来为世界上的事情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也为这个世界，主耶稣这近几年真的是已经发生了太多战争了，除了以哈冲突，还有乌俄战争以及各种国家的内战。主耶稣也为我们。可能之后还会有新一波的关税战争跟各国之间的领土之间的冲突，就主耶稣你来带领保守，就就是帮助每位领导人，就主耶稣你触摸每位领导人的心，让他们可以行公义、好怜悯、纯卑的心与你来同行，并且他们也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珍惜每一个你所创造的生命。就是我们也要为这个中国国民党他在主席的选举，最近有传说有中共介入，要对9·2共识以及一个中国的叙述会影响，所以就是带领保守帮助，就是我们要来宣告，就是台湾是一个你所拣选的地方，就是你要让台湾充满就是和平，还有充满民主，让这个国家的让这个土地上的人民是可以自己做主，让这个土地上的人民是可以自由的选择，所以就是带领我们的台湾的政党不要受到金钱或是受到权力的诱惑，让他们可以走上就是上帝国的道路。就是我们也为近期已经有发生的狗仔监听、骇客窃取、假新闻来操作，就是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科技，有这样的科技进步，让我们可以方便的得到讯息，但全数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智慧去管理这一切的科技，也帮助我们不要用科技去挑战我们的民主的底线，让我们是
在有好的科技的同时，也可以是充满民主跟人权的。求主耶稣你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敬畏神，能够遵守法律的底线跟诫命，而不要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谢谢主耶稣，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们。煞遮咱要为着教会来祈祷，咱大心要为着这礼拜日是协会主日，咱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今年庆祝20年第20年来生命教育协会跟迦南教会拢有真好的关系，咱伫这里嘛去到昨天有去到附近的协会去拜访附近的国中，是透过里长跟议员的安排这学校也很感谢协会长期在学校里面的参与。所以咱继续有上帝带领咱的教会，特别是社区的事工，不管是松年大学或是全人生命教育协会，也能够回应上帝的诫命，就是要能够爱人如己。第二，就是为着这个礼拜天下晡，咱有这个事工研讨会，要针对新就任的长职，跟全职的同工，对今年到明年，这个事工的规划跟意向，求上帝赏赐，让咱有清楚的看见，嘛心神的感动，会当同心合一，来用祈祷来兴旺主的福音第三，我做一个修改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华二区来代祷。今日咱这个是华二区的祷告会，咱的华二区目前咱有70几位的组员伫修州来看，分别是闽泽区跟庐山区2位区长，然后有4位组长是瑞泽、德恩、思雨和佑佩。然后总共有70多位的组员，求上帝看顾华二区区长、小组长跟每一个组员，因伫每一届小组也是聚会中间，能当充满上帝的稳定同在，嘛当见证上帝满满的稳定。咱做伙为着咱的教会，这个协会主日，还有事工研讨会跟华二区，咱做伙出声来祈祷，先来祝上帝，我们来为着。迦南教会在我们教会的会众当中，在很多人还没出生的时候，你就在桃园这块地上，让这里的人成为这里的光和盐。主啊，谢谢你。主啊，来的这个主日10月19号将是协会的20周年的主日。主啊，求你真的是让这个协会在这里继续真的是发扬光大，继续带领教会的事工，在社区的事工能够回应神你的诫命，能够爱人如己。对啊，同时我要为了主日下午的事工研讨会来求主，对啊，求你让教会的长职同工能够领受神你来的意象，有圣灵的感动，让大家能同心合意，能够做出合一的祷告，能够做出合一的事工。在主你的里面，主要我们是肢体，我们同工。主要求你让每个人的心都能够向着神，对着外面是传福音，对着里面我们是彼此祷告，成为互相的帮助。主要在我们的当中有华二区的代祷，主要华二区的区长是敏哲和庐山长老，他们的小组长有瑞泽哥、有德恩弟兄，还有思雨和 Nancy 佑佩。主要在这个当中，他们在你的面前，主摆上自己，为了其他肢体，主要来奔波、来劳累的时候，主要为他们丢瓦的时阵，主要求你保守看顾因的脚步，主要求你互因有你的稳定满满，互因的有信心的感动，会使讲出主你所喜爱，你所要听惜这个人的话语，互因会当感受主你甲因同在。主啊嘛，互这个囡仔，互这个你的羊仔，你的囡仔，互阮拢知影主你的恩典满满，互阮的见证满满，互阮的厝边看到阮。
主啊，就知阮是基督徒。主啊，我就因为阮芳芳的罪，主啊，因嘛会使来信靠你，我靠主你的恩典，过后壁的性命，过后壁的日子。感谢你听阮共心的祈祷，奉最后所的名求，阿门。大家要为着教会集体来祈祷，但是要为着黄桂梅姐、杨黄桂梅姐啊，伊顶礼拜拜日去做切片检查，这礼拜检查出来是卵巢的恶性肿瘤，所以要来整这个人工的血管伫今仔日甲明仔载，求上帝平安甲贵美这三个弟弟，伊会当后尾治疗，拢会当真顺遂，也当真平安，也当得到完全的医治。第二，要为着咱的据点的造福员美秀，这是美秀组长伊的第二查某囝谚语，是这个乳癌第2期，要伫后礼拜去伫和信医院来带伊，就要来做手术甲重建，也求上帝当备办遮的过程，甲遮的医药费，甲遮所有的一切，求主来安排，也当互谚语美秀全家都能经历上帝的恩典、甲保守、甲供应。第三，要为着申秀兰小姐妹伊前几天因为胃肠炎疑似胰脏炎呕吐不舒服去到伫圣保路医院治疗即马今日下晡已经出院要求上帝看顾伊的这个回家的康复修复都能够平安伊是咧走这个计程车求上帝当帮助伊伊会当处理拢有平安。这是为着这个运心姐真久无来，是咱婕妤执事的外婆，伊也是乳癌的初期伫10月底要伫长庚医院要来做这个手术，也愿上帝保守，拢会当一切真顺遂。天心兄甲阿婉姐因的孙就是宗庆的后生少伦，伊要伫后礼拜要来10月28号要来入伍10月底，也求上帝保守伊的身心灵，手术平安甲力量，互伊当伫军中会当适应新的环境，也互伊当更加认捌主、倚靠主来祈祷主。咱为着少伦，为着运心姐，为着秀兰姐，为着谚语，甲为着桂梅姐，咱为着这集体，咱做伙出声来祈祷。亲爱爸上帝，阮感谢你，今日阮伫基督会中间，阮除了小组的学习分享，你也爱阮伫小组的内面，诚做代祷者，彼此的代祷。阮这个时阵要将阮的肢体将阮的兄弟也要强去交伫主你的圣手特别是贵美姐伊的这个切片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手术，会当真成功、真顺遂来完成。以及也来看过谚语后礼拜的手术，乳癌开刀甲重建。甲医药费，上帝你都会当完全来供应，会当经历上帝你奇妙的恩典。为着秀兰姐伊的这个胃肠炎已经处于得到伫厝的内面，求上帝你看顾保护伊，互伊当完全的康复，互伊当搁一摆恢复健康，也当继续来服侍主。也为着运心节，也求上帝你来看顾人民，互伊伫这个月底要伫中间的开刀，也当真好安排，也真顺遂，真好的消息。也为着周少伦伫月底要去当兵咱1年久的时间，保守伊拢会当处理平安。主啊，阮将这肢体拢交伫上帝你的手。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通过今日暗时的祈祷会阮伫华2区通过敏泽区长的分享甲见证，互阮当伫小组内面，伫无因为时间的内面，用祈祷来为着每一个兄弟姊妹来守望，也当用祈祷来看见上帝你的大权能。主啊，阮因为在人所袂话的，伫上帝你凡事拢话，求上帝你开阮的目睭，也开启阮的信心。当阮感觉软弱的时阵，互阮当来投靠你，倚靠你，也来看见上帝你是保护的上帝，你是听祈祷的上帝。主啊，要为着桂梅姐，为着谚语，为着秀兰姐，为着运心姐妹，甲为着少伦弟兄，以及其他身体欠安的，或也是为着心神软弱的兄弟姊妹甲家庭来祈祷，求上帝你大大帮助，听阮的恳求，阮的同心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最后来唱这个散会歌，请大家起立。好喜欢与你在一起。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
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咱拍拍将一切恩根来归给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最后，咱做伙用主所教示咱的主祷文，要同齐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个一摆用破声来感谢我们咱的主，感谢主。咱互相请安，今日暗时的祈祷会到这，愿上帝赐福咱大家平安，搁线顶参加的兄弟也愿上主祝福。